針對住一啲極為殘酷虐待動物嘅行為，譬如話係連環殺害多隻動物嘅案件呢，我認為係有必要研究訂立更高嘅罰則，嚴重殘害虐待動物嘅罪行，以加強呢個阻嚇力。同時咧，我哋睇到啊，喺外國唔少研究亦都發現呢，係虐待動物嘅行為同埋其他嘅暴力嘅案件呢，係會有所關聯，對社會呢係會帶嚟威脅。所以除咗嚴懲之外，亦都係要強制咧呢啲施虐者呢係接受一個心理嘅輔導，參加愛護動物嘅教育，咁樣呢先至可以從治本嘅角度呢係去協助佢哋。我頭先提到呢係嚴重嘅罪行呢，只係屬於少數，但係更加多嘅個案，我哋見到嘅呢，其實就係啲主人或者係一啲即係呢個賣動物嘅賣寵物嘅店鋪呢，佢哋係冇妥善咁樣去照顧動物。舉個例子，我哋行去即係花園街，你可能見到呢一個好細細嘅籠裏面呢，韞咗10隻8隻嘅狗仔，或者係一個好細嘅缸裏面呢，有20-30隻烏龜喺裏面爬緊或者飼養緊咁樣。如果呢啲動物喺冇足夠嘅活動空間之下，又或者呢即係連續呢係冇有幾日呢係冇被餵食嘅話呢，呢啲行為呢未必係符合呢而家殘酷對待嘅定義。喺防止殘酷對待動物嘅條例之下呢，其實而家係冇覆蓋呢啲咁樣嘅行為嘅。法例係要以避免出現虐待行為作為一個出發點。如果香港日後呢可以即係進行相關法例嘅修訂嘅時候呢，我建議呢係必須要考慮呢一個觀點。當然，即係主席，我都係明白呢，有陣時呢有啲動物被疏忽照顧嘅時候，可能係由於即係主人嘅經驗唔夠啦，或者佢一時嘅疏忽。如果呢個情況係屬於輕微嘅話呢，我建議呢係要用一個叫做改善照顧通知書嘅制度。簡單即係話呢，可能發封警告信，提醒佢哋呢係唔好忽略佢哋一啲動物應有嘅一啲基本生存嘅權利，同埋要善待佢哋，要求主人呢係作出一啲嘅改善。